在台北市的萬華區，有人為着厝稅壓倒共賭。這個厝卡是一對假地啊，欠2個月厝稅，厝頭家甲房屋的中介去甲催錢，結果談判失敗。這個厝卡的朋友竟然惹出着家私共攻擊，這厝頭家甲房屋的中介攏受傷。穿烏衫小姐舉手機看門牌咧報案，表情看起來真凶狂。後壁查甫人走甲真喘，煞來佫繼續走，原來後壁有人壓倒佇用。另外一個角度會當看到，這個查甫人無穿鞋啊，手舉開發甲大細聲。厝頭家本來是干那要來催厝稅爾，想要到互抬着傷。厝內如蒼蒼，碰一風掀起來，厝外佫有花。代志發生佇昨暝，台北市艋舺一間公寓。他家就一直好久，我覺得他的精神狀況也不好。請他家開門，他死不開，就說好像有什麼不法的事情，我就不曉得。樓下厝邊聽到人在冤家攏着驚，原來遮帶一對假地啊，敢若是2個月無納厝稅啊，厝頭家甲中人來談判無成，想不到這個小弟生出來朋友舉刀啊出來共抬，鼓足出門，警方查扣作案的刀啊，甲食毒品的家私。警方現場見2名男子身上分別有多處刀傷，緊急送醫急救後均無生命危險，令警方於現場逮捕犯嫌3人。經過了解，假地2個人欠2個月厝稅，總共6萬塊，生出來嫌犯有毒品等等真濟項前科。三人作案筆錄了，依照現行犯移送。在現場抄到的食毒品的家私，伊的用途甲來源，警方會繼續調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